工开学，各地拢好天。气象署表示，东北季风的影响，拜三会变天，各地温度时高拢会降。行政院伫今仔日举行新春团拜，面对台美关系变局，院长倒用台希望争取好势，这个 MOU 甲232条款莫有变动。台股马年头一个交易日就开红盘咯，上关来到34212点，台积电嘛冲起来到1935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2月23公司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洪敏珍。高中的年假结束啊，真侪囡仔拢爱开学啊。今日要开学的时啊，有真侪囡仔拢爱讲啊，爬袂使会起来。伫咧中华县啊，警察局呢，今仔日呢嘛专工出勤保护囡仔上下课过车路的安全。学生仔对着护志工甲警察指挥过车路，校门口嘛有侪家长送囡仔来上课。连续9天的年假结束，嘛是学生囡仔休寒结束开学的日子。有家长表示真欢喜开学咯，嘛有人讲今年年假休真久，早起囡仔嫌嫌啊袂赴上课。有空觉得小孩赶快去上课。他手忙脚乱啊，囡仔叫袂起来。拜一除了是开工上班，嘛是学校开学。为着加强守护学生上下课安全，中华县警察局特别规划互动专案的勤务，伫辖区内学生较侪、交通较复杂的路口，配合老师甲导护志工，加强交通宣导，嘛结合妇幼队宣导离校保护的观念。本分局针对辖内28所国小，那特别规划警力、志工，那配合学校那实施上学的交通安全疏导。即摆上重要就是儿少性剥削这影响的问题吼，透过这寓教于乐这游戏当中，互因了解到咱这妇幼保护甲交通的重要性。警方强调，保护学生除了交通安全，嘛包括网络环境甲人身安全的防护。透过宣导，提醒学生爱注意网络交朋友的安全，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未来嘛继续针对校园附近的交通违规行为加强处理，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仔日6/7开工开学呢，各地天气拢真好。气象署表示讲啊，拜三就要变天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温度到拜三就开始下降，食方面嘛会落雨。若是28连假呢，会有另外一波方面来报道，时高温度会感觉讲啊会下降，较凉冷，雨水嘛会较高。拜一早起，车路车流变大，各业开工，学生开学，嘛是一个温暖的好天。但是气象署讲，拜三因为有东北季风落南，所以天气变化会较明显，到时温度会下降，食方面会落雨。周三这一天呢，会有一道锋面通过，后头是比较弱的东北季风南下。那整体上来说，水汽还不会太多，比较偏向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半部地区到恒春半岛这一带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周四这一天呢，水汽上面还是有比较多一些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东半侧这一带，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现象。气象署表示，拜三的东北季风是较弱的，所以影响一天尔。拜四温度就会搁回温，到28连假，新的锋面经过。温度会降低，中部以北含东半部地区拢会有雨，落雨的范围会较宽。228连假这段时间，在前2天的27、28号这2天呢，会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向北部地区，其气温又会有下降的情形。白天的高温大概在22度左右，低温的话大概就是在17度左右。那至于其他地区，其实白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主要就是有降雨的一个关系，雨量也比较多，所以白天的高温在228连假也是会有下降的一个情况。气象署提醒，虽然这2天拢是好天，但是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要注意温度变化。另外，拜二西半部地区要注意大雾的状况，塞车的细里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过年了后，上班的头一天，伫咧新竹科学园区附近啊，一间土地公庙一福宫啊，是透早就闹彩彩，包括联电、联发科透早拢率团来到这拜拜，祈求啊马年会当万事兴通。开工祭拜典礼开始。
手举清香，诚心向土地公参拜。拜是开工的第一天，新竹科行区厂商拢有一项传统，就是来这间集福宫拜拜，祈求规年顺利平安。这土地公其实蛮保佑这边的，所以每年一定都会来这里拜。过去早期新竹科行区因为土地征收，就甲园区内6间土地公集中做伙，尾仔新起的这间集福宫，就变做一间庙内有6姓土地公的土地公庙。这个庙的话，它有6尊土地公，它占了天时地利。如果是比这1-2年的话，香火确实又更兴旺。我们看这个点光明灯的啊，这些就是说就会来点光明灯的，这个表示他们对这个庙非常有信心。上班的第一天，联发科董事长嘛带队来这拜拜，讲到今年的业绩，感官对 AI 发展真有信心。今年啊，应该这个 AI 还是还是很热嘛，对，还是很热嘛，全世界都是 AI 已经开始在工作上大家都在用，所以开始从大量投资到进入实际上商业上，然后实际应用，慢慢产生价值。现场卖当看到有人专工穿乖乖来拜，祈求公司期待顺利运作，希望新的一年会当有好的业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前几刚休年假呢，真侪人啊，拢会来到高雄高岭自然公园，还有大碧湖风景区来行村。市政府统计，初1到初4有22万人来这佚佗。不过啊，环保团体是烦恼讲啊，这2大是水源保护区，真侪人来到这，还有车，恐惊会造成一寡污染。呼吁市政府呢，就要开放用过1天7000人的管制。高雄市公园处表示讲，会过来检讨。大大基的石鼓卡对大碧湖游客中心的门窗村出来，新式的种地技术，请侪游客来翕相。高岭自然公园甲大碧湖风景区拢总有7大大型的种地技术，特色高水的造景和2大景点，敢若正过初1到初4都有22万人次来这耍。不过这款情形和环保团体看了真烦恼，因为这是水源保护区，人多车多都代表污染源嘛多。自来水公司讲的，2013年9月24啊，他们发文说。这个限制7000人是为了保护高雄人的饮用水的水质安全。那你跟这种水质保护的专业单位的说法是完全冲突的吧？惊污染这水源嘛，所以买欢乐啊，上好有限制一个较好啦。加了初3一天，高岭自然公园入园的人数就破3万人次，大碧湖嘛有2万8千多。款团认为，2大大型场地开放，和民众行大是好代志，不过也要考虑到水源保护区的性质，建议要恢复人数管制。对此，高雄市公园处表示，已经有落实游客入园的管理规定，后续会看情形检讨改善。公园处强调，环境保护首要落实场域管理与行为规范，必将滚动检讨，兼顾休憩与环境永续。因为小时候常常来这边露营啊，对，所以很乐见就是这边变成像往常一样那么多人这样。那至于像你刚刚讲那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会有一点担心。市府去年7月接手大碧湖了后，就全面开放免费入园，佮加上高岭自然公园的开放，和2大景点串联起来，已经成做高雄的热门景点之一。民众欢喜看到大碧湖会当佮闹热起来，不过要安怎伫观光带动的时，要顾到环境的保护，需要有关单位好好来思考。记者郭家祖、赵阳、高雄场报道。开学的头一天啊，真侪学生囡仔是拢真欢喜，特别是台南市中西区的成功国小。过去啊，因为因的校舍有去学到一寡历史的遗故，即马经过7档的重建，新的校舍今日启用啊，有300个学生甲老师呢是拢同齐去呢新校园，恭喜会当开学咯。开学第一天，台南市中西区新丰国小56年的学生展开校园巡礼，哪行哪向因过捌上课的教室会手再会，因为学生因23要转去因家己的学校上课啊，家长甲学生拢欢喜甲足期待。在那边有一点感情的啊，所以离开也有一点伤心。我觉得新的城管很棒，然后我希望可以在这里留下好的印象，为他们感到高兴啊，可以用到这个新校舍，还有新设备。其实我们有去参观过，学校真的就是设计得很好。新丰国小校舍中间工程，因为学到历史遗故，煞牵着时间，再加上消防安全出现欠点，工程经过7档半总算完成。这期间校方嘛借用文献国中的教室上课，这阵国小师生要转去因的校舍，毕业的校友嘛予因满满的祝福。都整理得很新，然后我们都没有上到，很多届都毕业，然后现在才回去。他们现在回去会不舍吗？
有一点，就会怀念以前教过的老师。这新校园结合现代建筑甲历史中学，打造文化参教育的学习环境。后来除了完善的教学空间以外，嘛设第200座的玉山图书馆，兼结合数位科技发展 AR 课程，要让学生透过科技观测运动场下面的清代台湾管事的围构。配合中央的生生有平板的计划，我们市府在另外投入了2亿7千万来作为这个平板的载台，那所以让同学能够更早体验到这个科技教育以及 AI 教育的这个红利。教育局讲，成功国小这阵全校300师生，重新登的新校园嘛，向真成功精神代代相传。有明代是提醒，公共工程爱审慎评估承包商的量能，避免因为冒上侪案件影响品质甲进度。建议市府爱有相关的机制，未来会当确保工程如期完成。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来讲，昨半暝啊，云林北港有民众听到有人伫咧大楼内底冤家大细声，无偌久就一只狗啊去互拼出来，等伫咧楼骹，警方调监视器抓人，要求着爱到案说明。监视器的画面有翕到一阵冤家声后，一只狗仔位真悬的所在落落来，佮发出哀叫声。附近的民众听到声，赶紧赶来救援。哎呀，佮爬起啊！干迄支尔，干迄支尔，安尼有救，安尼迄支尔，佮有救。狗仔虽然勉强徛起来，不过尾仔随个拍落去，证人甲烧烧了后，紧甲送医。经过检查，发现狗仔毋若真侪所在骨折，还佮腹内出血。代志是伫22环钟1点半发生的。有民众伫云林北港文化路的大楼听到人伫冤家，无想到尾仔就有狗仔位真悬的所在落落来，可能是扫到风台尾，互主人为楼顶甲弹落来。有挂项圈，啊无晶片，你有晶片，佫有缀出啦。伊有晶片，伊就毋敢甲拼落，迄有缀出啦。我恶觉啦，你想人个狗啊，则高水着伊楼顶才跌落来，这摔落死伊嘛，对伊嘛足艰苦的。哎呀。狗仔目前还佫伫游泳，有性命危险。经过兽医师确认，这只狗仔无囥晶片，警方缉捕了后嘛赶往现场追查涉案人。经初步勘查与访查，现场未发现疑似有行为人，相关情形仍待厘清。警方将会同县政府动植物防疫所持续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那相关法则的部分，它可能是涉及动保法的第6条或第5条相关事主责任或恶意伤害他人他犬只的行为。那相关规定是可以涉犯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万、200万以下罚金。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影像对查，经过比对画面甲分析，22下晡4点查到涉案人到案说明，嘛当地清查依犯案的目的，也个案情，会继续依法函送云林检方侦办。记者采访报道。宜兰罗东有一间宠物店，最近是去互网友抛文，讲员工涉嫌甲一只狗仔电颔棍甲伊苦毒。业者表示讲啊，这只狗仔送病院确诊了后，伊无要紧啦。涉案的员工呢，即马是已经家己请示啊。县政府今日呢，嘛有去到宠物店来了解状况，准若有违法，就照动保法甲罚。一只吉娃娃困伫个人仔内，看到宠物店的店员真生惊，因为进前有民众看到迄个员工涉嫌虐待迄只吉娃娃。民众讲，迄只吉娃娃等2个月为大，一开始只是伫笼仔内噗噗跳，就互店员用手机弄玻璃，佮直接开门伸手带来甲伊电阿妈棍，一直到吉娃娃喙完全无法度振动，过程持续超过10秒钟。这篇破文伫网络顶引起网友对宠物店的谴责。我们已经跟店家做了联系哈，那店家已经把这一只动物呢送动物医院去检查。那目前检查的结果是没有受伤的这种情形。县政府表示，已经初步联络宠物店，23嘛前往了解情形，后续会请涉案的查甫过去说明。若有虐待行为有造成动物受伤，依照动保法，这个查甫会当罚款3000到7万5，嘛要求宠物店限期改善。若无改善，嘛会当依照动保法开罚。若宠物店事后嘛发文。吉娃娃送医了后已经无要紧，涉案的查甫嘛已经家己辞职。往往都会被轻判，然后就是举证
举证比较，因为动物不会讲话嘛，它不会自己搜证跟举证。针对宠物店发生虐待案件，有动保人士认为，动物袂用家己表达，公部门要举证有困难，要对涉案人依照动保法开罚。伊较早经验应用拢发袂着，也是爱不定时的稽查，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有民众去到台南大饭店，一暝开6000外块，不过去到房间内底所看到有家蛇的尸体，那像拢无病过、无整理过的款。市政府有派人去稽查，阵若发现有违规，依法来处理。大厅的碰椅边啊，甲下边拢是死家蛇，来到房间毋但杯啊，这物件无够，民警行后面迄个垃圾，阳台甚至有装即个分散的塑胶杆啊。有网友20住伫一个旅宿集团的台南馆，不过环境设备让感觉刚气。它是潮湿的毛巾，4条全部摊开来看，全部都是有污渍的。这个金额确实完全不符合我应该要有的住宿体验。就算是2000块、3000块，我觉得至少基本的卫生标准要能够达到。当然觉得不是就不太 OK， 当然会观感不好。房间一暗爱6000外块，确实这款的品质，民众是无度来接受。关路交接报了后，也进行查查机制，派人来检查旅馆营业卫生。若有违反相关法规，将依法要求改善，并视情节裁处。未来会持续加强旅宿稽查与辅导，确保住宿安全与品质，保障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住宿体验不佳，那我们也深感抱歉。现在正积极的跟住客联系，希望能够当面致歉。工作人员整理疫情啊面巾，国内旅游近年来常常互批评，不少民众认为甲少数业者恶意起价，也是真贵品质无好，这问题是真有关系。学者建议政府主管机关加强监督。价格是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可以去做的是针对消费者争议个数，或者是消费者认为他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这个部分，进行相关的消费纠纷的处理。为了加强消费争议处理，学者认为政府应对着一直传出争议的业者重点来检查，甚至公布这个不良店家名单，到时呼吁业者爱惜家己名声，以免影响到家己的生意。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来说台南安平老家的人嘛是吵。不过当地啊有一间餐厅是红标出讲啊，这碗盘甲粪扫拢染掺做伙，引发一寡卫生的疑虑。那这礼拜六呢，台南鹿耳门圣母庙特别放烟火啊，所以真侪人即马已经开始伫咧遐用卡架甲物件来占位，这嘛引发争议。感觉是个塑胶箱桶内底放真侪天碗只碗盘，不过详细来看，内底有真侪免洗滴甲卫生纸这粪扫。今年时啊，安平老街人真侪，要食台南的美食。不过民众伫老街某一间餐厅外口看到业者甲碗盘甲粪扫全部放斗阵，互人看到到底实在无想要食咯。治安问题啊，很脏。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看了不舒服，我应该会去直接跟店家先反映。也有可能是讲伊内底盘啊，甚至有盘啊保护掉。哦，无迄啥敢食。碗盘有粪扫贴斗阵，就算了后洗过，民众依然烦恼食安的问题。记者现场也看到店员收物件时，直接把倒顶的碗盘粪扫扫入去水桶内底。卫生局接报了后，立即派人去稽查。如有缺失，将要求限期改善。借其复查不合格，将依食安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食品业者之从业人员作业场所设施卫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均应符合食品质良好卫生规范准则。今年年假即要结束，不过不管市依然有灯会这活动，会继续带动观光。不过活动最有当时也开引发争议。台南正统的鹿耳门圣母庙要伫元宵节前一礼拜六来放歌看烟火。有网友看到看烟火所在路边已经用放真侪卡架，也佫有塑胶管啊这物件来占位。一个礼拜其实大家都站对好的位置，其实大家都站走。往年是没有在卡啦，只是说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卡，如果你不跟着卡，就可能也没有位置。为了抢上好翕的角度，连夜人拢提前来占位，虽然无影响路权，不过有网友认为讲，路边长时间放这物件无好看，呼吁大家应该莫乱占位，以免外界观感无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讲，美国总统 Trump 最近是个拄到重大危案事件。美国时间当地2日 ，Trump 伫咧佛罗里达州的海鸥总园，结合一个对北卡罗来纳来州的查甫人邀请总入去警戒区，当场就去互特勤警官开枪甲弹死。事发迄当阵啊，川普的翁仔某人是拢伫咧白宫。
联邦调查局 FBI 当日请海湖白庄附近的居民登去看家己厝邻四周围监视器录到影像，找可能对调查有帮助的资料还是信息。因为调查人员当针对这位已经防大事来自北卡21岁男性做撤销档案，以犯案动机有关的调查。The security detail detected that a individual had made his way into the inner perimeter of Mar-a-Lago. A deputy and 2 Secret Service agents on the detail went to that area to investigate. They confronted a white male that was carrying a gas can and a shotgun. He was ordered to drop those 2 pieces of equipment that he had with him, at which time he put down the gas can, raised the shotgun to a shooting position.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e deputy and the 2 Secret Service agents fired their weapons and neutralized the threat. He is deceased at the scene. 最后发生在日期第约半暝1点半，苏当时总统川普甲夫人伫白宫。根据无欠的消息人士的讲法，调查人员确认死者是21岁，来自北卡的马汀。以前几天啊，和亲人报案失踪。调查人员相信伊伫驶向南边的路途当中，舞着线大枪。Only words that we said to him was drop the items, which means the gas can and the shotgun. But the suspect never spoke. He put the gas can down and pointed the shotgun at the officers. Was the shotgun loaded? I don't know. 美国当发生政治暴力，这桩案件地点甲川普2024年9月拍山桥的时，有人想要甲伊暗杀的西藏树摊俱乐部，干那几公里。苏当时59岁男性罗斯德提步枪伫围栏外口上准川普，不过落尾是防阻挡。这个月初防判无期徒刑。原来川普当年竞选期间伫宾州造势，和20岁库克斯枪击，造成正面耳孔受伤。库克斯落尾是防大事。公司新闻5年编译。墨西哥国防部日证实，有全世界势力上界大的贩毒集团哈里斯科新世代首领欧塞奎拉，伊伫咧军方的突袭行动内底呢，伤一个伤严重，未手过身。美国要开出1500万的美金来做赏金，嘛指控伊将大量的毒品运入来美国。欧塞奎拉这阵死亡的消息传出来，其他伊的细汉呢，随伫咧墨西哥各地大规模放火，要替伊报仇。欧塞奎拉过身的消息传开了后，伊所带领的灭毒集团哈里科新世代党羽开始伫墨西哥关达11个州放火报复，武装分子伫公路小巴士按路障，搁甲安全部队激烈冲突，点加防放火洗劫，被将民众惊甲唔敢出门。Mira, ahorita toda la gente estamos asustados. Nadie queremos salir. Ahorita casi nada más para lo más necesario. 这个行动由墨西哥国防部甲国民民主党伫哈里斯科州开始突袭，拼命金毛的欧塞奎拉伫激烈交火中着重伤，军方赶紧想要将伊送去首都墨西哥市抢救，不过伊犹原是伫半路翘起。欧塞奎拉的死，互看作是墨西哥总统死运包袱的重要政绩，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几6摆威胁，若准墨西哥无法度展现掠夺的决心，会采取军事介入，或者是加收关税，加上美方提供详细证据，锁定墨西哥行动。当地报复行动也未平息，美国国务院嘛发布紧急理由警示，要求当地美国公民原地避难。Una amenaza de ataque, entonces yo considero que si es por seguridad, pues está bien. ¿Para qué arriesgarnos? 60岁欧塞奎拉少年时捌住美国，为1990年代开始参与卖毒，转去墨西哥了后加入警察，然后搁投入卖毒。这几年无人知影伊的行踪。就算讲美国国务院开出悬达15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4.8亿的现赏金，搁将伊列作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不过伊犹原是长期闪过队列。欧塞奎拉的死，毋但是墨西哥扫毒战的大胜利，嘛斩断当年走私去美国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可卡因甲芬坦尼的起草。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镜头转来国内来讲，台股今马年头一个交易日就开出真好的成绩，开出红盘，一开盘就来到33663点，中呢是阁冲起来到34212点，创下历史新高。伫咧台积电开盘是来到1900块，上悬的时来到1935块。咱证交所的董事长表示讲，即阵虽望美国关税带来真侪变数，不过要是对台湾企业的韧性有信心。迎接金马年台股第一个交易日，证券投顾公司请财神爷跳加关，祈求新年开市大吉兆。早起9点，加权指数开红盘33663点，尾下就一直爬起哩，早盘拔起到34000点。
相关34212点。因为过往这个新春开红盘上的几率是超过70%，那除此之外，大概在15号之前，就元月15号之前，其实上的几率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我想，未来这几天的话，台股应该都会比较偏正面。台股冲破34000点，搁再创新高点。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900块，逆转由乌变红，早盘捌起到1935块，起20块。另外像鸿海早盘捌起4块。相关231块，广达虽然开红盘，不过盘边是起起落落，早盘上悬是起到288块半，南亚科气势正强，早盘捌起超过6%。台股看起来前景袂歹，不过受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去年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无效，那么川普如果用贸易法第122条款，对世界各国扣15%的进口关税，和股市有一个新的变数。122的不确定性那基本上来讲，可能对于一些相关的产业，它有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的影响。虽然是个挑战但是我们也对我们的产业是有信心的。台北股市它是面临在一个历史相对高档投资人的情绪呢会很容易因为一些利多或者是利空消息就会放大反应，所以呢，在这个情绪过度被放大的过程当中呢，让其台北股市的波动有相对比较激烈一些些。分析师认为，台股伫短期依然受到政经局势，也有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可能会出现短期震荡或者是优回。接落来也要看有关 AI 营收的表现加迄例，那些当较有机的表现，台股的盘边就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咱的政府才成功甲美国超好势，讲咱的乌蝶兰外销去到美国的关税要降做零。想要讲即马川普煞阁宣布讲，全球进口产品的关税要揪起来到15%。对这件代志南汇的业者是希望讲，咱的政府会当赶紧来了解政策未来的走向，业界拢会全力来配合。今年台湾国际蓝展伫咧27开幕，正联会业者嘛伫咧布置。不过伫咧展览筹备的过程，产业却面临政策的改变。过年之前，政府才宣布要争取咱台湾乌蝶兰销为美国关税降做是0，而且凭主要的竞争对手荷兰15%更较好，互看作是提升咱台湾兰花伫咧美国市场竞争力的好消息。不过消息公布无偌久，煞出现变化，业界拢足关心。对，还不确定，连美国政府那边都讲得不清不楚了，我们也不清楚说到底会是怎么样。这一年来，大家的脚步都已经开始在有往外在扩散了，不会说一直在冲美国线这样子嘛。所以在这个过程的调试当中，业者也不断调整他们过程的产线，然后我们对开发市场这方面呢，其实也不断来做一些调整。那如果说其实以我们过年前大家所谈的一个零关税的，如果后续能够维持这样，其实以这一次的零关税的形态，其实对台湾的产业反而是我们是最有优势的。去年已经受到美国关税冲击，今年才积极布局多元市场。不过 ，Trump 对顶关税，互法院宣布违法。美国宣布要对全球进口产品扣10%关税，了后搁调到15%。业者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了解政策的走向，会全力配合，为了强化竞争力。今年第22届台湾国际蓝展头一摆结合华贵科技展2个展览斗阵办，望用创新甲科技，互世界看到台湾花卉产业的竞争优势。我们把科技的元素结合我们花卉的能量，我们也把艺术、也把文化、也把科技，甚至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其实都结合到我们蓝展这方面来。面对美国关税政策车把柄，业者敢会当继续调整脚步，甲市场的风险分散。所以今年嘛积极布局多元市场，特别邀请欧洲、中亚等等30个国家参加展览，拓开新的通路，嘛互世界看到台湾的软实力。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日举行新春团拜，面对美国关税的变局，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讲，希望会当争取已经讲好势的 MOU， 也有232条款上优惠的待遇未改变，嘛是甲美国确认后续法律的一寡方面。因应新的变局呢，伊是更较话话讲希望会当透过总统府调集的这个5院地会，会当互行政院甲立法院会当化解过去的心结。新春发福地也透露对美国关税变局的烦恼，行政院长杜英泰强调，之一就甲行政团队为下晡开7点钟会议讨论情形，真紧的对外说明后续的动作。美国的大法官的判决对于我们的
已经谈好的 MOU 跟232的最优惠的这个待遇并没有改变。这个基础我们要争取，也必须马上跟美国确认它后续的一些其他法律途径。七次开工，党院长伫新春团拜也讲到，帅气爱努力，互经济成果甲全民共享。不过中央甲地方爱比过去更加充分合作，尤其行政甲立法院爱化解过去存在障碍，希望透过五鱼斗阵临时，互经济停落来。春节连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总统赖清德随即在府内大礼堂与立法院长韩国瑜等5院院长新春茶叙。虽然他先前表示不会预设这个谈话目标，但是台美关税的不确定性，政府要如何因应，预料也将成为焦点。今天的茶叙也必然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啊！我很感谢韩国瑜院长，人还没有到，声音已经先到了。用一个话字来点出今天茶叙的方向。因地闭门进行，民众党伫县党团总调陈清荣表示，那总统放弃成见，好好甲在野党启动对话，相信问题拢会解决。国民党团呼吁大总统应该公开说明关税谈判细节。在最高法院还没有判决之前，已经先行签约，所以不止要把台积电的生态系完全送走，还有这么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农林渔牧。包括美猪美牛，全部包括内脏，全部要进到台湾。民进党政府完全没有任何回应。至于台美贸易协议会不会送到立法院，现在行政院3缄其口。对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对中关税无效，甲川普了，佮宣布对全球扣15%关税。那也提出重新谈判的选项，另也表示应该就影响部分的协商，也呼吁政府透过技术性法律衔接，确保协定能继续发挥效力。记者综合报道。春节休9天，今日开工其实各大病院的急诊室嘛是拄到大挑战。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到透早9点，台大病院急诊等待病床的人数已经来到100人，南口中坑病院嘛有88人。那基层诊所这部分，真侪人是因为感冒、过敏、下久才会症头，透早就来经互医生看。诊所挺好看诊区，透早人就吵。开工头一天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身体不爽快来看病。小朋友有发烧，然后主要都是流鼻水跟胃咳这样子。对，大人就是可能是流鼻水跟鼻塞。应该是诺，然后就因为前天都没开，所以就今天来。像我今天就看了很多气喘的病人，他因为天气冷热不定的，他诱发他的气喘，或者是鼻子过敏。我就一直打喷嚏咳嗽啦，咳嗽会喘啊。为着避免病院急诊塌条例，卫福部今年要用16亿奖励医疗院所，伫咧过年期间继续营业。不过年假结束，挑战当要开始，因为有一寡出国的民众返来台湾，还佫有大中南部的要返来北部，病院急诊等床的人数开始变多。根据健保署统计，23透早9点，台大病院急诊等待住院的人数已经有100多人，林口中间嘛有88个人，其他像讲三总、台北马街等等急诊等床的人嘛超过20人。春节的时候，一些原来休假的病房是打开给急诊收治使用可是现在都已经全开啦，所以就是照原来收床的规则在收床，所以我们会持续收床。台大病院表示，今年过年期间头一摆启动公床制，该用过专科病房限制取消，由中央统一调度空床，只要急诊有住院的需求，无分科别会赶紧甲病人安排病床，减少病人倒伫咧急诊走廊的状况。病院嘛会继续备战到3月底，呼吁民众小病就去基层诊所互医生看，甲医学中心的资源留予急重症的患者。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有统计，过年到初5、7天内车祸救护的案件，比去年同期又搁加出16件，可能是因为这届假期休长，且真侪造成驾驶真疲劳。另外，第一站上尾1天的假期，又搁发生有人发生事故，不过人全选去，即嘛警方当地咧调查。日至春节假期最后一天的尾坎台东市地本路2段，车路顶悬倒一个骑机车人，消防救护人员赶来救援，附近监视器录到骑机车人好亲像一台高速咧驶的小轿车为后边冲撞，了后小轿车也无停下来，好在在后边搁过来车，无过弄到倒落去的机车骑士。他在后面的时候就是突然开很快，因为我听到引擎声看起来不像是就是要减速的样子。
警方目前要调查逃走的车。警方统计，今年春节过年高假的假期，台东的车有553000多台，比去年春节高假期加出37000多台，车祸案件确实也增加。台东县消防局是公布，为15到21将会7个车祸救护案件有68件，比去年同期52件加16件。分析原因可能是假期较长，来车多造成塞车，赛车人较袂专心。主要是那个长假的效应，然后初3和初4的车祸救护案件又较往年还要多。台东县消防局呼吁赛期还有218连续假期，民众赛车出佚佗要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唔通长途赛车，避免疲劳赛车发生车祸。记者综合报道。那过年时啊，伫咧屏东的房山乡有民众呢是拿骑奥多拜拿放炮，这画面看起来有影是真危险。警方讲啊，这行为可能已经违反社会特殊危害法，即嘛已经掌握当事人的身份，会请因到派出所来说明。两个查甫人骑机车相载，坐后壁的手提炮仔，拿骑炮仔拿飞，同时阁有2台奥多拜咧放。炮仔有的对天顶飞去，有的射对路人，看起来足危险。附近民众讲，过年闹热一个无要紧，但是炮仔唔通黑白放。你放炮，你个找一个较好所在放炮，你唔好安，就喺啲比上安怎啲黑白舞龙。系啊，喺看起来敢是恁家的啦。我较不熟。怕炸到经过的车子吧？对啊，然后那个这边小朋友也蛮多的吧？对啊，老人也蛮多的。房山凤港的民众讲，代志发生伫过年初3、初4左右，有2天暗时啊，拢听到炮仔声，但是一个仔就停啊，是较惊囡仔去惊到。警方讲，安尼行为有违法的疑虑，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拿骑车拿放炮啊。收啊，安尼过啊，唔嘛，唔知啥无看到面。啊，听讲唔是今仔一件尔。我是看到2遍啦。过年时啊，就拢听到炮仔声，是较正常的啊，系啊。因为影片有翕到车牌，警方表示嘛已经掌握当事人的身份，会请因到派出所说明。另外，针对机车冲红灯和无伫安全帽违规的部分，确认事实嘛会开罚单。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那有民众是伫咧合欢山的主峰，看到有人啊伫咧使用飞行伞，有的人质疑讲啊，伫咧国家公园内底，这款行为敢有合法的？台管处表示讲，因接到通报就去到现场，不过并无发现飞行伞也阁有行为人，真若是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部分，上悬罚3000。民众爬上合欢山主峰，原本想要享受空快山景，不过所有人伫遐咧飞飞行伞。时间是2日下晡3点左右，飞行伞的操作者对天顶看落来山势角度甲地面无同，不过嘛，互摄影的民众质疑，安尼的场合使用飞行伞是毋是有合法？而且迄阵山顶风势真强，摄影的民众拢去强风吹甲已经流鼻水，而且操作飞行伞的安全性嘛使人烦恼。目前片面了解是外国的飞伞，但是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起飞的。对，那只要有气流的话，飞行伞本来就可以越飞越高，应该是无动力飞行伞啊，因为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螺旋桨啊，或是有那个动力的装置在上面。有飞行业者表示，无动力飞行伞无受到民航局管理，只要无伫飞机的航道顶飞就会使，这个关度嘛无问题，不过需要专业证照。飞行者嘛爱家己负安全的责任，而且台管处表示，直接就通知着前往调查，不过已经无看到飞行伞甲行为人。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如有危害到公众安全的行为或活动，将依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8款及太鲁阁国家公园区域内禁止事项规定，最高可罚新台币3000元罚款。合欢山主峰海拔3417公尺，当地属于国家公园区域内，加上气候甲风势多变，地势嘛真惊，而且操作飞行伞的风险嘛相对提高。台管处表示，目前当地和保持警方追查行为人，若有危害到公众安全的行为也是活动，将会依照规定上悬罚3000块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轻松的消息来讲啊，在66快速道路甲国道1号桥卡汤圆平镇的运动公园，过去啊车流量真多，即摆呢，甲这桥卡的空间打造做特色公园，大人囡仔拢会当来遮运动。囡仔伫咧海看树，大人伫咧爬岩壁，
这是伫第66快速道路甲国道1号桥卡的平定运动公园，所在有2.7公顷，以前遮车真多，人真少，桥卡的空间拢囥得远。盐湖即马煞变做结合全龄运动、生态探索加亲子做伙运动的特色公园，大家真爱来。现在变成这样，你觉得怎么样？以前空间虽然很大啦，但是没有什么建设，就是人也比较少来啊。现在这个带小孩子、遛小孩的好地方。这里以前是闲置空间嘛？对。那现在变成这样，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蛮不错的，亲子友善空间。当然很好啊。盖好了以后呢，一般的民众即使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也很喜欢来这一边运动或者是休闲。这个特色运动公园有19个挑战游戏场，鼓励囡仔探索挑战，促进肌肉力、平衡加协调发展。山脚内面拢是铺幼沙，和亲子互动，激发创意。生态探索区是结合原本的米糖加原有的植栽，和囡仔挖滚自然。我们花了大概有9000万，然后在去年的1月13号正式开园，从开园到现在已经超过23万人次的到访数量。干部局讲，公园的建设是将卡掉的空谷里加碎料，利用做做回屯的材料，减少废弃物外分加碳排放，保留原有的乔木311丛。并且呼吁水生食物，整体绿食物涵盖率有到84.7%，吸引蝴蝶、昆虫、鸟仔来遮探星，强化都市的生物多样性加生态韧性。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康榜来讲，这几档台语的活动是办甲闹猜猜，不过有学者指出，其实咱台语的人口公共比例拢无明显增加。台语团体认为讲啊，伫咧复振的意识，也有语言转型正义这部分，咱又个真欠缺。台文体制化20周年的专题，咱要对无共的展品，做伙来探讨台语复振的路要何去何从。囡仔过来学拼音，这是即马定看到的台语教学。其实民间有真侪书写系统，有历史真久长的白话字，有台湾语文学会定的图鲁巴，嘛有用注音的等等。教育部在2006年整合以后，公布大陆拼音方案，为台语复振拍地基，陆续用伫咧教学、书入法等等。这几年政府嘛对台语家庭12年国教必修，也有侪台语活动去拍拼。国家语言生活节。社会广播剧。2019年公视台语台成立以后，嘛透过各种节目，互观众了解台文和台语文化。顶真汉字写作顶真，罗马字写作德应顶，字音真。虽然台湾进入体制今年满20年，不过台语团体指出，多数人也是真青分，嘛欠缺台语复振的意识。因认为这甲政府无检讨用过的国语政策有关，特殊语言地位吸不起来，台语能力嘛大大浅薄化。咱语言的转型正义并无去处理，所以有侪人唔知影台语过去受到这个2届的国语政策，尤其是第2届的国语政策的这个残害了、迫害了后，的迄个。当初的迄个状况，其实做侪人即嘛是无知觉，是无了解。今年度文化部预算有编大约13.3亿，打算对鼓励台语出版、表演艺术等等来做。有学者指出，政府投入资源，台语发展虽然进入高原期，却无明显增加台语人口和公共比例。学者讲，这嘛显示多数人有关对袂着政策的脚步，条件会找落去。台语会当用这几年的这个有政府补助的事啊吼，把这个产业链做出来，就是让社会产生有够数量的需求。安尼，这个台语的产业，就准政府无补助，伊嘛家己会一直胖起，一直胖起。兵团甲学者拢指出，文化部规划的5年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敢若到今年尔，嘛也无提出长期的规划，要安怎让台语发展有好的循环？因认为政府应当斟酌去考。记者刘尚如、郑准由区教用综合报道。今仔日的天气早暗要是较凉。一夜的温差大，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坐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早起伫基隆北海岸嘛有南山的短暂雨。
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